你个朋友干罗家是啥？别这些东西呢，都大概这个热嘛来给他们是热用都，原来这个中央连起来嘛的，大概这个连叫送不，也那有等于咱们看这地是多少三个这个热什么的，这在这了等于别了阿就不当，等于阿有这问题，俺那别个说直接公司给你了推荐来个我呢，大家那俺比些意思就准备搞死了。就讲俺说聪明还搞了，记了，写了几个家到了，等你好这个给现在第年了，等你人过了，等你年轻时就了学着，等你刚才培养着那个，等你给对我所学做，第一马才了就弄个弄几个，等你操把对，弄几个好这做，第一马才了等你入年个，等你第三页这个国家人生的了，等你好嘛出马了，等你什么。人这个刚开始就了，等你进这就你个弄起我这事了，等你是到是拉手这个好吃的，等你第打把的了，干练再动再想把的了，你第一个切的了，等你推荐200是就点一种那个思路。